呢首歌好想同大家講就係好希望每一日我哋真係可能係呢個世界遇到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啊，有啲場合可能係我哋唔係好舒服嘅，但係有啲時候我哋就會收買自己啊，或者係做到自己咁樣嘅，所以其實咧，我覺得每一個人佢係你自己最真實嘅時候，一定係你自己最舒服嘅時候，所以係唔傷害到其他任何人嘅情況之下，你就去做你自己，讓你自己嘅靈魂、你嘅情緒、你嘅情感咁樣去流淌出嚟咁。好好聽啊！咁呢隻歌係好似係江輝係咪啊？係啊，江輝老師做監製嘅，詞好似都係佢寫嘅，你寫，但係佢同喬星老師係，但係好似呢隻歌你自己都有參與製作㗎喎。我有參與最開始我哋作曲啊嗰啲部分嘅。叻豬係咪第一次啊？博博係第一次將自己有份作曲嘅作品拎出嚟俾大家啦。OK，係啦，公開發布咁樣。好好聽啊！你可唔可以播多啲啊？你仲有啲咩啊？可唔可以多啲？我哋唔係一陣間要現場唱俾我哋聽。係啊！而家可唔可以唱俾我哋？可以更加現場唱俾我哋聽。好，飲水先。我真係非常期待，同埋係博博自己有參與作曲嘅喎。咁咧都好希望博博以後咧可以多啲作曲，同埋呢隻歌係個 melody 啊都好聽。多謝 MV 都拍得好有型，大家可以去睇下。多謝。我擺上嚟。故事美麗太動聽，每晚上演多煽情，徘徊重複的劇情，竭力去學會適應，每個角色被決定，彷彿失去了反應。就算多無色無聲，形容真心響應，天生太任性。當浮光如影，誰人會衷心致敬？全城情牽，多少錯誤重演，心坎裏的底線無法改變，流淚百結局太經典。明天，多少個動人場面，熱情被看見，來發現真摯全情盡意，靈魂在上演，同步來烈焰。博博你睇，誰人完美？多少次被嫌棄？多悲壯的好戲，帶點凄美，投入吧最後會高飛，如人如己，拋開了世事如戲，動情是勇氣，無顧忌，聲勢磅礴大氣，台前未說起，留下是為來一再細味。哇，好正啊！哎呀，你看我的雞皮，看到沒有？佢唱嗰啲嗚嗚嘅時候，我即刻係寶寶把聲嘅質感啊，真係好好啊！係啊，多謝。
同埋即係喺現場聽同呢個真係冇辦法，喺耳仔邊聽又唔同㗎呢個真係冇辦法。所以咯，係啊，咁又可能真係因為你哋兩個喺旁邊，所以我唱歌我都哇，真係好想誒，好似同你哋講唱嗰啲緊我哋超聽住説説話咁樣唱咯，係啊，好感受到正喎，好好聽啊！同埋我第一次唱喎，第一次唱係啊，我好少喺出邊唱呢首歌。 ，OK，即係好嘢！我哋今日有耳福啊！哇！夜冷清，碎花鋪滿石台上，月光溫就兩家常，閒談漂亮。餘生完好的盼望，日子安好以後也想這樣，常記得你總喜愛在湖上，泛舟欣賞雨一場，浮潮拍岸，湖水黃昏不再像，你不於此以後也許長。好想企起身唱，算啦。越過天光退出，又如一張鏡子極明亮，還在等掛念你，夢想中地未可變樣。月照天放滿窗，又如一天你可在途上，像天懂我對你牽掛於雲上，掛於雲上。常記得你總喜愛在湖上，泛舟欣賞雨一場，浮潮拍岸，湖水黃昏不再像，你不於此以後也許長。如昨天光吐出，又如一張鏡子極明亮，還在等掛念你，夢想中地未可變樣。月照天光滿窗，又如一天你可在途上，像天懂我對你牽掛於雲上，掛於雲上。好好聽啊！呢首歌好好聽喎，係啊好想知道你個聲音係邊個發出嚟係㗎？啊，好想拆開睇下你個結構、係啊，結構、結構。結構。係啊，好正啊，好行雲流水，同埋有少少中國風嘅，係中呢個國嘅感覺係啊好好聽，係係咯，好好聽阿伯伯真係唱咩歌都好聽，冇錯唱嗰啲快歌又好有爆炸性，係啊，太好啦！係啦，希望博博可以多啲上嚟同我哋唱歌。係咁咧，不如博博你透露一下，跟住落嚟好似我知道你都有一啲嘅活動同埋一啲嘅新嘅嘢嘅喎，係喺度宣傳下同網友。係，就係8月1號、2號咧，會係黃埔嘅 Tides 咧有我嘅個人演唱會。好多謝大家嘅支持，而家嘅飛已經賣晒啦。哇！然後真係好多謝大家嘅支好犀利啊持，因為今次我哋真係準備咗好多好好聽嘅歌，而且可以展現到我聲音嘅好多唔同嘅方面嘅感覺，同埋我嘅情感嘅好內心嘅嘢都會拎出嚟同大家分享。所以就係如果真係
係咯，好想到時見到大家咁樣。係8月1號同埋2號。冇錯，夜晚。哇，好嘢！好期待大家記得多啲支持博博，係啦，睇我都好期待入邊會有啲咩嘅安排咧。我仲記得上次博博喺嗰個麥花臣係啦開過次演唱會，冇錯跟住入邊啲歌全部都好中意，同埋好正。多謝係啦，希望今次又睇到又多啲唔同嘅博博啦。係啦，係啦，因為今次係 Live House 同埋花神個體育場有啲唔同嘅，所以今次我哋會因應嗰個環境，可能揀啲更加親密啊，或者更加即係啱係個環境聽嘅歌送俾大家。呢個感覺好好。我仲記得你上次有幾個女仔同你一齊跳舞㗎，係今次會唔會都有跳舞㗎？今次嘅舞台基本上即係佢嗰個細啲唔係啦，唔係咁大，係好啊，好期待啊！8月1號同埋2號啊，大家多多支持博博。耶！好啊，就。